唱歌，比干玛莎唱歌还难好听，唱我一本睇下唱啊。无啦，无错都好啊。唱啊唱啊！哎，洋葱呢？你爱淡太太，来去看看也是。你有冇唱呢？哎呀，排戏真係再個唱一遍冇嘅呀！一部嘅啲首後聯冇嘛嘅送過嚟。我感覺伊但唱後來冇好，應該戲感遲到應該個戲係冇練呢。哦，金庸嘅啥？係，所以今咪搞咗料理吼，你搞安尼咱鄉親朋友喊你阿圈妹吼，你去找料理，本嚟氣感吼係好到吼潤肺嘅料理。哦，今日天氣好好，老記好起來哦。阿鳳子，阿圈妹教伊做料理。先生，我教我做呀氧气润喉的小料理，小料理应用版中呢。好，安尼吼，第一行吼有幾項東西，安尼有拍糯米吼，嘿，喊你啊有紅哪個東西呢？呀，我以前只啲市場地度看到，唔過我當時買呀，係乜嘅啊？你係西洋梨吼，西洋梨。咱提吼，咱做料理以前，咱你來燉吼，所以先熟。我留意刨皮啊。哎呀，西洋梨以前咪有強色嘅係冇？其實吼兩種幾下做得吼，睇睇咧講啲西洋梨吼，真係學時間下吼，變下久掉吼，不記下小塊軟來。咱普通嘅水梨冇形容吼，等於冇買到西洋梨冇相關，咱台灣有當到旺山梨未做得啦，吼，咱其他都是梨吼未做得，但紅梨幾下做得。最主要吼梨吼，因為佢底部就有糖分吼，你是講拍些東西就會潤肺吼。那除了啦以外，其實梨底部就係興奮，啲興奮其實對人嘅免疫調節有幫助，哦。古時候咧講吼，對人嘅氣管有幫助，吼。好你，哦喲，很夾手誒，強吼。攞佢切啦。切嘿。呢條。好。哦，阿圈妹，你是很夾手哦，片小口嚟吼，你係切吼，切差唔多嘿。切大塊，切大塊，其實我教你就放心吼，將它切下去吼，按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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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唔是片片啲？按閃就冇誒。係嗱，按照當放片哈。啲牙天天嚟切。做切哈，切個下來個向前朋友吼，你買個湯，你係變湯吼。但係呢吼，你愛顧氣管吼，本佢是合量嘅東西，一定要撈變湯。等於吼講適合炒火嘅東西，比如講有啲人吼什麼人吼，介意冇熱薑類吼，本佢吼合水嘅嚇。係，嗰時候用風湯，因為風湯係炒火。變湯係涼嘅，韓國呀做嘅啊，佢呀風做西做，唔過呀底度有一隻孔嘅，呀喺樓夾嘅鹽液體係冇？係，佢就嚇風做先拿鐵嚇，有拿鐵冇拿鐵，其實有效果冇強。查到那係，其實啲有撈線嚇，風做線其實係都安神呐，冇撈咪冇相關。其實風做就得潤肺，佢係補氣。最主要嚇，其實風做嚇對於很多好處。乜嘅好處？佢特別就種氨基酸同膠原蛋白。氨基酸所以我們講吼，什麼嘢是風做皮膚會這樣？是到膠原蛋白的氨基酸呐，氨基酸。好，來，好阿圈妹，安尼啲啊，吼，料理放落去，呀西洋梨，你放下去，潤肺有幫助誒。風做放落去，唔是放多，放幾隻來，7、8隻時候放響度吼，佢會衝唔會甜痛，吼，會中氣，好，差唔多。一下最重要嘅東西，一係乜嘅？泡糯米。好，泡糯米，因為先泡過，吼，泡糯米唔好買湯泡埋，就按嘢識做得。這樣唔會有漂白的疑慮。要香味，要香味，會潮質順味嗎？唔會，冇順順嘅味絲。韓國也冇味啊，佢也要黃黃嘅頭，要這樣頭愛攞佢切體，也係用嚟處理。當然切體啦，冇切體愛落麼？做唔得，咬唔下去。係，攞佢切體。韓國也冇味，就攞佢白白啊。白白啊，白落去，用落去。吼，泡糯米吼，對人身體有蠻好處呢。其實泡糯米吼，這種營養吼，除了講佢有植物嘅膠質吼，多糖體吼，多糖體有蠻幫助呢。多糖體就在調整你身體嘅免疫能力吼。佢的膠質是植物膠質，該唔係痛苦的吼。唔過對我後年頭好嘅係啊，梨，梨啊，還有梨啊，因為佢應該按糯米吼。
因为胶质哈含有多糖体，其实对咱的免疫调节就帮助哈，还有去做的哈保护咱的黏膜，不去下唔会受伤。像你后人哈有个黏膜有冇？哦，好唔会个后人皱皱，唔会后人讲好长条的长高又伤。有伤是会冇伤，就会沙哑呢。看个伤会破音，安尼当减少呢。冇错，好，你看按简单哈，啊做漏到买。便当，漏啲便当下去。可以啊，冇做唔得说太甜，冇说太甜。会变皮哦，变太甜，用一滴滴嚟就好。看做落买，按做得水吗？啊，做唔得冇水，我用一滴滴的水下去。唔过嘅梨嘅本蛋咩会有水分出来，系冇？系有水，不过还唔拿到，因为咧吼，因为按泡沫米吼冻而水，等于冇水下去吼，过来燥死唔好食。那个泡沫米吼唔会软，吼，总得。要按呢，就做得按键蛋冰落去啊。按冰落去啦。哇，今日下班嘅时间，就做得啦，东西冰冰啊。冰落去，还好我不会冰水哦，你差不多一杯水差不多40分钟哈，但唔拿盖下就冰得下加到水下去哈，本就黏黏落落下好。今下去我就做嚟去洗身，洗好就做得身咧。冇唔錯。哦，點好咧呢？差唔多要40-50分鐘咧。收哦，食啲。啊，你看呀，有凍到面呢。係，你學那紅東西過來做得10度，20度，啊，就對於氣管下要幫助。有乜嘅營養？可以。好，西洋梨呀，梨也有。做得潤乜嘅？潤喉、潤肺。還鳳爪呢？對咪好？鳳爪對皮膚啲個有膠原蛋白，有自由基，想起來耶。還計白木耳呢？白木耳咪係對人哋屁股、後臉、黏膜組織有幫助。做得係因為啲潤滑下去嗬，不然你下平滑的嗬，啊後臉還會有鬆開嗬。你顧下啲咧嗬，來阿芳子，阿喬妹，講完10度形狀，10度空間咯。